醫學研究一早已經發現，朝早起身咧，短短嘅10幾分鐘就係老人家個腦健唔健康嘅照妖鏡，甚至可以話係生死關頭。好多腦梗、中風都係喺呢個時間點發生，但係唔使驚。如果你每日朝早起身，身體冇出現落嚟會講嘅5種唔正常情況，咁真係要恭喜你。呢說明你嘅大腦、血管、神經系統比90%同年紀嘅人都後生得多、健康得多，甚至比好多食補品嘅人身體仲要硬朗。喺講嗰5個唔正常情況之前，我哋要搞清楚一個問題：點解特別強調75歲到85歲呢個年齡層？以前我哋覺得人到70古來稀，但係而家生活條件好咗，70歲都只不過係啱啱踏入老年生活嘅黃金期。然而75歲之後，身體嘅機能真係會發生一個質嘅變化。喺呢個階段呢，我哋嘅血管就好似屋企用咗幾十年嘅水喉，入邊多多少少會積聚一啲水垢，即係我哋講嘅斑塊。血管嘅彈性亦都變差咗，即係血管硬化。而個腦呢，佢係人體嘅總司令部，亦都係對血液供應最敏感嘅器官。人體經過成晚瞓覺，身體處於一種相對靜止嘅狀態，血流速度慢，血液亦都比較黏稠。當朝早鬧鐘一響或者陽光一照，我哋要起身啦。呢個時候，身體入邊嘅交感神經突然興奮起嚟，就好似汽車動啟動一樣，引擎咣一聲響咗，血壓開始上升，心跳開始加快，咁就對我哋嘅腦血管提出咗巨大嘅考驗。如果呢個時候你嘅身體可以平穩過渡，冇任何唔舒服，咁就證明你嘅心腦血管系統保養得相當到位。好，呢個問題搞清楚咗，落嚟要講嘅內容大家就容易明白啦。我哋嚟睇下75歲到85歲需要警惕嘅5種朝早唔正常情況。第一種唔正常情況，起身頭暈。有啲朋友朝早一坐起身就覺得天花板轉緊塊地搖緊，甚至覺得作嘔想吐。我哋要區分下，如果你係因為尋晚瞓得唔好或者係感冒，嗰種頭暈係暫時嘅。但係如果你經常性地喺朝早由瞓喺度變成坐起身嘅過程中出現呢種天旋地轉嘅感覺，醫學上叫眩暈，咁就要小心啦。對於75歲以上嘅朋友嚟講，如果你每日起身個腦都好清醒，眼睇嘢好清楚，坐起身穩如泰山，完完全全冇嗰種腳踩棉花嘅感覺，呢說明啲乜嘢？呢說明你個腦嘅供血供氧非常充足。當我哋坐起身嘅時候，血液會因為重力向下流。如果腦血管調節能力差，個腦會瞬間缺血，就會頭暈。如果你唔暈，說明你嘅血管彈性好，可以迅速將血液泵到個腦度，就好似水壓好穩定，水龍頭一開，水就哇一聲嚟咗，冇斷流。第二種唔正常情況係起身行2步，眼前發黑。呢種情況好多人容易忽略，以為係貧血，其實未必。醫學上有個專業名詞叫黑蒙，咩意思呢？就係你落床行咗冇2步，突然隻眼好似拉咗窗簾咁黑咗一下，過幾秒鐘又好返。如果偶然踎耐咗，企起身黑一下，咁可能係體位性低血壓，後生仔都會有。但係對於75歲以上嘅老年朋友嚟講，如果平時起身行路就眼前發黑，呢往往係頸動脈或者腦動脈有收窄嘅信號。眼動脈係內動脈嘅第一條分支。如果個腦入邊嘅大血管塞咗或者變窄咗，血流唔過去，最先缺嘅就係眼。眼就好似個腦嘅探頭，探頭冇電呢，個熒幕就黑咗。所以如果你每日朝早落床去廁所洗面刷牙，或者去廚房飲水，呢一路行過去，視力穩穩定定，冇時光時暗，冇眼前發黑，咁恭喜你，呢說明你嘅頸動脈暢通，大腦後循環系統非常幫到手。呢亦都係點解我哋成日話眼力好嘅老人家個腦通常都唔會糊塗，因為佢哋嘅供血源頭係一樣嘅。第3種唔正常情況係手腳麻木無力。
大家可能試過咁嘅經驗，瞓覺姿勢唔啱，壓住隻手臂，起身又麻又痛，攝兩下就好返。呢種唔算病。我講嘅麻係指喺冇受壓嘅情況下，你起身發現點解一邊手指未麻木嘅，或者腳底板好似踩喺沙上面咁冇知覺，甚至刷牙嘅時候隻手拎唔實牙刷，扣紐扣嘅時候手指尾唔聽使喚。個腦係人體嘅總指揮部，我哋每一個動作都係個腦發出嘅電信號。如果個腦入邊負責運動感覺嘅區域缺血咗，信號傳唔過去，手腳就會麻木無力。喺醫學統計入邊，好多中風患者喺發病前幾日都會出現頻繁嘅潮早手腳麻木。呢其實係身體喺度報警，係中風嘅前哨站。所以反過嚟講，如果你每日朝早起身握拳頭，覺得好有力，伸下腿覺得好輕鬆，行路腳下生風，穩穩定定，咁說明啲乜嘢？說明你嘅神經傳導通路係一條高速公路，暢通無阻，個腦對肢體嘅控制力滿分。第四種唔正常情況係朝早頭痛。呢度講嘅頭痛唔係嗰種感冒發燒嘅痛，而係一種發悶、發沉，或者係一種波動性嘅跳痛，就好似個頭入邊有條筋喺度跳咁。有啲老年朋友會覺得，哎呀，年紀大咗，有啲頭痛、腦熱，好正常。千祈唔好咁諗，朝早嘅頭痛往往係高血壓嘅直接表現。我哋前面講咗，朝早係血壓嘅高峰期。如果你嘅血壓控制得唔好，朝早一衝高，顱內壓就會升高，牽扯到血管就會引起頭痛。仲有另一種情況係腦血管痙攣，或者係血液黏稠度太高，導致大腦微循環堵塞，亦都會引起一種鈍痛。所以如果你每日起身個頭清醒，冇任何壓迫感，冇任何痛楚感，呢唔單止說明你瞓得好，仲說明你嘅血壓控制得非常理想，腦壓穩定，血管冇嚴重嘅炎症反應。呢係個腦處於舒服狀態嘅最強證據。做到呢一點嘅老人家，通常心腦血管意外嘅風險會比一般人低得多。第五種唔正常情況係嘴角歪斜、久麻木、講嘢唔順暢。建議75歲以上嘅老年朋友養成一個好習慣，每日朝早刷牙洗面嘅時候，對住鏡咧下牙笑下或者伸下皺。睇啲乜嘢呢？睇你嘅鼻溝，即係法令紋，係咪兩邊對稱？睇伸脷嘅時候，舌尖係咪喺中間？有冇向一邊偏？再試下講兩句繞口令，或者同屋企人傾兩句，聽下自己講嘢有冇含糊不清，好似個口含住橄欖咁。呢啲微細嘅變化往往係小中風，即係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嘅症狀。小中風可能只持續幾分鐘，但係咧往往係大中風嘅前兆。如果你每日朝早照鏡，見到嘅係一張慈祥對稱嘅笑臉，講嘢中氣十足，吐字清晰，咁真係要恭喜你。呢意味着你嘅腦幹功能完整，面部神經同語言中樞都喺正常運作，呢係非常高標準嘅健康狀態。朋友們，上面呢5種唔正常情況，大家對照下自己，睇下情況點樣。如果你一種情況都冇，咁你真係老人家入邊嘅健康模範生。如果有1、2種情況都唔使慌，呢說明身體喺度提醒你要檢修下啦。咁對於75歲到85歲呢個年齡層，除咗睇醫生食藥，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邊，尤其係朝早呢段時間，仲可以做啲乜嘢嚟保護我哋珍貴嘅大腦呢？而家教大家3招最實用嘅護腦方法，簡單易學。第一招，朝早補水。好多老人家驚起夜，夜晚唔敢飲水，導致朝早起身身體極度缺水，血液好似漿糊咁黏。朝早起身刷完牙之後，稍微活動下之後，第一件事就係飲一杯暖開水，200毫升左右。注意要飲暖嘅，唔好飲凍嘅，亦都唔好飲淡鹽水，飲白開水就得。呢杯水飲咗落去，可以迅速稀釋血液，沖刷腸胃，喚醒大腦，就好似幫乾枯嘅河床注水一樣，令血液流動起嚟。第二招，早餐要講究。
好多老年朋友最中意食嘅早餐係稀飯、饅頭、鹹菜，其實咧對個腦並唔好，全部都係碳水化合物，會令血糖飆升，然後又迅速下降，個腦容易眼瞓。75歲後嘅大佬最需要嘅係優質蛋白同卵磷脂。請大家試下將鹹菜換成一個水煮蛋，將稀飯換成牛奶或者豆漿，再加少少堅果，例如合桃碎，蛋白質同好脂肪，先係個腦最中意嘅燃料。第三招，保持好心情。研究發現，長期焦慮谷住會損害大腦嘅海馬體，令人更容易痴呆。每日朝早起身，唔好咁心急諗煩心事，打開窗，深呼吸，睇下窗外嘅樹，聽下雀仔叫，保持一個平和感恩嘅心態，情緒穩定咗，血壓就穩定咗，血壓穩定咗，個腦就安樂啦。最後仲有一點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就係千祈唔好心急。朝早起身俾血管少少時間，醒咗唔好即刻起身，坐咗唔好即刻行。呢短短嘅幾分鐘緩衝可以幫你避開好多突發嘅危險。